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南的安南区，深夜发生着重大的死亡的车祸。有一台轿车驶到台江大道二段，可能是驶伤紧处理。这个车体是转势90度，冲撞着对向一间公司的警卫室，规台车是弄甲密密麻麻，车顶3个查甫的、3个查某的，弄来弄死。家属赶到现场是真伤心，讲根本唔知影囡仔开车出去佚佗。讲这6个人是3对男女朋友，年龄伫16岁到22岁这个中间，其中有3个人也是高中生。22岁驾驶并无驾照，甲朋友借车过来超载，是毋是因为安尼造成着车祸？爱搁进一步来调查。轿车开伫路啊，敢若因为车速伤紧，向90度闪过电火条啊，直接弄去对向公司的警卫室。警消赶到现场，出动破坏器材来拆钣金，抢救的困难度真高，因为弄了伤大力，规车身严重变形。有3男3女困伫车内，防救出来时阵拢无开，送病院了6个人拢无救活。遐有一个桥。还有一条大盘，去前台车驶足紧跳起来了，忽然间伊车呢随人撇对倒手过。经过消防队跟我们初步是没有酒驾跟毒驾的情势警方调查车顶6个人年岁伫16到22岁之间，是3对情伴，其中3个人阁是高中生，分别是台中、南投、高彰化人，嘛有台南人。22岁王姓驾驶无驾照，甲别人借车煞超载，家属听到了拢惊到，因为根本唔知影囡仔出来佚佗。我是觉得，怎么会在台南发生这种事？所以出来佚佗你拢唔知？唔知影，迄是到伊头家才甲我讲的。警方目前判断，因为车速伤紧，驾驶阁无驾照、无经验，才造成6个人死亡的悲剧。6个家庭雄失去厝内的心肝后生和查某囝，就伫过年进前，这场意外嘛变做家长心肝内永远无法度和囡仔团圆的伤痛。